又到咗邊玩玩具邊聽13至尊嘅故事時間啦。今集介紹嘅係微天星，係所有迷你金剛嘅始祖。相比起佢嘅後裔啦，迷你金剛都係用自身去作戰嘅，而佢咧就有住強化裝甲嘅軀體啦，仲可以變形嘅添。微天星擁有住無限嘅能量儲備，更加可以預知未來嘅能力。有位成員咧同佢有緊密嘅合作行動嘅，佢就係索拉斯。微天星份屬戰略組，成員有太師傅、無常天同埋馬克西莫大帝。佢嘅無限能量可以突破一切常規嘅物理限制，令佢喺作戰裏面做到一個持續嘅輸出。而佢可以預知未來嘅時間咧係3.7秒。透過量子形式將即時嘅戰略資訊分享俾戰略組嘅其他成員。另外，如果佢同索拉斯做出能量共鳴嘅話呢，係可以令同伴嘅火力輸出做出一個暫時提升。根據翻官方編寫劇情啦，之前推出嘅逃亡者黃蜂勇士係佢嘅直系後裔嚟㗎。以上呢，就係微天星嘅故事啦。其實每位至尊咧都有佢哋唔同時間線嘅故事存在啦。我唔想令大家混亂啊，我就只會話俾你聽佢哋一啲共同嘅設定，而一啲非官方直接講出嚟嘅故事，如果有興趣呢，就可以自己去揾嚟睇下啦。喺最初嘅設定呢，微天星呢就係單獨嘅一個個體嚟嘅，並冇而家可以一個變形嘅盔甲存在啦。我覺得呢個設定改動呢都唔錯嘅。將佢嘅身形比例啦，同其他成員啦有翻啲差唔多嘅大細，除咗更加好睇之外啦，玩味方面亦都增添咗唔少噶吧。另外，官方俾佢嘅變形模式設計亦都係非常獨特噶，係一部咧只有一個轆嘅太空電單車，真係先創噶，歷年以嚟首款嘅單輪電單車。同一時間亦都配合翻啦微天星嗰種獨特嘅盔甲同埋技能，令到佢嘅表現比其他變形金剛有住一個與別不同嘅表現。至於微天星真身嘅變形設定呢，就好似 WRC Game 裏面音波嘅磁帶設定一樣嘅，不過純粹就係個變形相似嘅啫，冇任何直接性嘅關聯。佢個人嘅可動方面咧就中規中矩嘅，呢個身形咧，呢個活動能力咧其實都咁上下啦。接下來咧俾佢騎翻自己嘅電單車啦。首先將個手臂轉上嚟啦，前臂轉一下，將個小腿卡到佢個座位側邊啦，嗰度有個位嘅，唔算話好穩陣嘅，不過個手咧可以卡住喺個手把度咧就好穩陣嘅啦，所以冇問題嘅。真係為一種完全非常正嘅新鮮感啊！薄荷綠啦同埋湖水藍嘅色調呢，望落去非常之舒服噶。正常情況啦，嗰對手向後呢係一個噴射嘅推進作用啦。而當架電單車唔行駛嘅時候呢，屈佢翻落嚟就變成支架啦，真係勁正啊！超大個轆好 feel， 不厭其煩啦 Fred Team 派係必儲噶，唔好錯過啊！就開箱到呢度啦，訂閱讚好，撳埋個鐘仔，獲取新影片通知。留言可以同我討論，認為我影片夠好，更加可以撳埋個分享掣俾你嘅朋友仔睇下。實際之前打賞可以 PayMe、支付寶或者 Super Fans，多謝你，下次見。